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多国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英文书《Compassion Conquers All》。今天是讲到第2章。在开始先给大家看一看这本书的封面。那如果大家有意要购买这本书的话，可以上我们的vajasecrets.com 上面可以购买。那这绝对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其实是每一次，就是我10年前刚加入客家佛教中心的时候读过了这一本书。那今天就半年前左右刚刚才在看过，而现在在看，其实每一次看的感觉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新的体悟。所以这绝对是一本很值得去收藏的一本书，不会太厚的一本书。那我们这次讲的呢，主要是目前是在第2章。第2章主的内容就是这整本书的核心内容呢，就是慈悲。慈悲就掌握在你手中。它的这是第2章的它的中文说明吧，就是翻译起来这种意思。那第二章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修心8颂。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了就好几个颂，到现在今天我们即将进入的是第4颂。第4颂其实已经分享了1次了，因为第4颂总共有10页。那我们之前到昨天为止，我们分享了前面的1/3。那接下去继续完成接下来的部分。那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第4颂讲的是什么内容。那第4颂呢，其实主要他做的其实就是愿悉此宝。为什么悉什么宝呢？那这里给大家念一念中文：秉性邪恶重有情，恒为猛烈最苦迫，见时如遇大宝藏，愿恒悉此大宝藏。那说的就是所有那些本性邪恶的一些有情众生，长期被苦恼、被痛苦来摧残着，就是长期的受着痛苦的折磨。那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众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就是那些对我们加害的，就是常常给我们制造麻烦的这些受苦的众生，其实我们应该把他们当成宝贝，当成一个很难得的宝物来珍惜。这个是这个第4颂的意思。那接下去我们就延续上一期。上一期呢，有跟大家就是说，有跟大家介绍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问题，如果有些时候觉得就是不开心，或者有些人什么人得罪了我们之类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认真去看一下，问题其实到底是在谁身上？是他们让我们不高兴，还是我们自己本身？那如果说我们还时常那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的话，那其实是不是应该去检视一下我们的修行到底到什么程度？如果时常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让你时时刻刻都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看不顺眼，你常常觉得他们很让你困扰的话，那其实你应该检讨的是自己。因为你注重你的自我多过佛陀的教诲。那如果佛陀的教诲是叫你把胜利奉献给他人，就把自己的自我放下的，那如果说别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让你看不顺眼的话，就表示你注重你会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来得重要，你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来得了不起，所以你才会觉得别人所做的事情都让你看不顺眼。所以这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内容。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自我欺骗，我们会常常觉得自己可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对方好，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其实去检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的情绪会受到困扰的话，那其实就
就不见得你真的是拥有一个完全的单纯的一个好动机。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很生气，如果我为你好，你干嘛不听我的？我为你好，我为你好，然后很生气，生气了过后呢，可能就真的就跟你反目成仇了。那这样子的人，他可能他真的，当你去挑战他的时候，你去问他，他可能他自己也相信他真的是为你好，但实际上我们再深入的去怎么说学习佛法的话，就是要去深入的去剖析自己内心，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自我欺骗的成分和一些自我蒙蔽的成分。那仔细的在检查的话，当你会觉得别人不顺眼，当你看什么都没有办法接受，那你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其实并没有在实践佛法，因为其实只不过是要世界围绕着你，根据你的标准来走。你也许真的非常优秀，你也许真的是你可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其实这一切也许都是真的。但与此同时，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这些超高的要求、超高的标准去容纳不下其他人的话，其实也表示了其实你的我执是非常大的。那在学佛的路上，其实有些时候，尤其在金刚乘，我们一般的道德反而并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你能不能放下自我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去留意，特别小心一些。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放下自我的话，你的所谓的一些高道德标准，其实有些时候只不过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让你更骄傲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虚荣这种体现。那未必是最真实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你的道德标准真的那么高，如果你真的那么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话，那其实你是能够接受很多东西，你是会很宽容，你心胸是很宽大的。所以这些都是怎么说呢？这一些内容，这些佛法内容其实是当头棒喝的，因为跟我们一般习以为常的、太习惯的一些想法，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这是更深入的去剖析，让我们看到自己，也许有些人看到自己丑陋的一面。那但其实即使看到了，那也没什么，其实看到了就把它改掉，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今天继续再延续这个第四颂的内容。我先跟大家念几段英文。The great Atisha, who was such an enlightened being, had one monk in Nalanda who hated him. He was an older monk who only saw bad points in Atisha and who criticized him. When Atisha gave teachings, he would never attend. He would influence others and say, "Don't go to the teachings." He only criticized Atisha over and over and tried to make his life difficult in the monastery. If it were me, I would have dropped an hydrogen bomb on that monk immediately. But because Atisha practiced these teachings, you know what he did. When the great goddess Tara told Atisha to go to Tibet to teach the Dharma, Atisha invited this monk with him to go to Tibet, and he sponsored his whole trip. And you know why? No, not because Atisha was a fruitcake. It was because he wanted to practice patience and love, and this was the best person to practice through. Because Atisha didn't have anyone who didn't love him, he only had people who praised him. There was only one person who hated him, who constantly criticized him and constantly wanted to debase him. So Atisha said, "Hey, what a golden opportunity. Come along with me to Tibet." He was there for 13 years with this monk who criticized Atisha to his dying day. And Atisha said wonderful prayers and held a ceremony and funeral for this monk to get a good birth. Atisha's practice is as famous as Buddha Shakyamuni's in Tibet. In fact, we have lineages and teachings today because of Atisha. Even the Tara practice, which exists today, is because of Atisha. Offerings. Atisha taught us how to make offerings to collect merit. Wealth vases. All of us run to different Dharma centers to get wealth vases. The first person to teach us how to make wealth vases and to contain the energy to get wealth was Atisha. He was the one who wrote the original Lamrim. He was the one who disseminated the monk vows, which spreads all over Mongolia and Tibet.
Because he was a pure monk, he inspired many others to become monks. 那一口气念了几段，因为这是相关的。这些相关内容其实主要讲围绕阿底峡尊者。那我们都知道阿底峡尊者是谁？阿底峡尊者是宗喀巴大师之前把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前身，菩提道端论其实就是阿底峡尊者所著作的。那伟大的阿底峡尊者呢，他本身他其实是已经证悟的一个大师。当时他早期在那烂陀，就是那烂陀寺院的时候，就负责佛教大学的时候，因为阿底峡尊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那其实全世界吧，就是所有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他，但是唯独就有一个圣人，他很讨厌阿底峡尊者，一个老圣人，他看到阿底峡尊者身上的一切，他都把他看成是坏的。所以他是不停的在批评阿底峡尊者。那阿底峡尊者在给佛法开示的时候，他从来不出席，而且他不止本身不出席，他还会去引导他人，就会去企图去帮怎么说呢？去游说其他人，叫大家不要去参加阿底峡尊者的教诲。那他就是不停的每天不停在做这个，就是去诽谤阿底峡尊者。而且让阿底峡尊者在寺院里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当然不屑就开玩笑说，如果说换成是他自己本身的话，他可能早就已经立刻给那一名圣人直接给他投个氢气弹了。但是因为阿底峡尊者他修持的，他是实修慈悲的，那所以阿底峡尊者做些什么东西呢？分享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著名的故事。阿底峡尊者他是一个印度的大师嘛，他后来到西藏弘法。那在西藏弘法其实是因为杜母现身，请他到西藏去弘法的。所以当他就是即将启程前往西藏的时候，他唯一邀请的呢就是这位老圣人。不只是邀请，他还赞助了就是这位老圣人的全程所有的旅费和一切的费用。你不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讲并不是因为阿底峡尊者就是哪一根神经搞错了，就是那里就是头脑什么地方不对了。但其实主要的是阿底峡尊者很清楚知道，其实他要修习宽容，他要修习忍辱，他要去修持爱。那有什么人能够比这个这么讨厌他的老圣人，怎么说有什么人比这个人是更好的一个修习对象呢？因为其实全世界都就是对阿底峡尊者身边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在称赞的，大家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大家都爱他的。就只有这个老圣人是非常不喜欢，非常讨厌他，每天在批评他，每天在给他制造问题。那你要去对一个爱你的人来表示爱，就你要去爱一个爱你的人，你要去爱一个赞你自己赞你的人，其实是容易的。但要去爱一个讨厌自己的人，要去爱一个去拥抱一个每天不停在批评自己的人，要去善待一个时时刻刻想伤害你的人，其实这才是真正难的。所以这位老圣人呢，是唯一一个这么讨厌他，不断批评他，不断想要伤害他的人，不断想要就是诽谤他的人。那阿底峡尊者就说，他就说好，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简直是一个黄金的机会。他说好，他就请了这个老圣人呢，就跟他到西藏去。那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总共他跟这个老圣人在西藏总共待了13年。那这名老圣人呢，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阿底峡尊者对他多么好，即使阿底峡尊者赞助了他所有的旅费，赞助了一切生活开销，尽管阿底峡尊者是如何的善待他，这位老圣人其实从来不曾真正的去感恩他到死之前那一天，他都是在批评阿底峡尊者的。那阿底峡尊者是怎么做的呢？后来，那阿底峡尊者在这位老圣人死了之后，还给他准备了一场很好的一个丧礼，还为他做就是念经祈愿，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投生。
这就是阿底峡尊者就是怎么说呢？他的去拥抱众生的，去珍惜这些秉性邪恶众生的一种表现。其实这就是给我们参考的一个故事。那接下去有一段就是最后的一段，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其实他在西藏他的名声呢，他的重要性在西藏佛教界，这其实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事实上，就是我们有很多传承啊，有些教诲啊，其实都源自阿底峡尊者，甚至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所在修持着的顿悟修持，也都是来自阿底峡尊者。供养是阿底峡尊者教会我们的，他鼓励我们做供养来累积功德，包括保平，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甚至还没有不懂什么是佛法，还不懂什么是三宝之前，都已经请了保平了，就是大家很欢迎的保平，其实这也来自阿底峡尊者。那这些当然像我们格鲁的修持者呢，阿底峡尊者最著名的是他的菩提道灯论，因为宗喀巴大师就是根据阿底峡尊者去短几页的菩提道灯论呢，就从那里就扩展延伸，就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从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呢，一直传下来，才到后来我们现在目前在读这个版本，也就是帕本冈仁波切的菩提道次第24天教诲。所以阿底峡尊者呢是菩提道次第的原作，是原作者。所以这里是稍微介绍一下阿底峡尊者。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圣人。那这是直到刚才为止我们的分享的内容。This great Lama served and compassionately took care of the old crony of a monk who had nothing but the ugliest things to say about him. Imagine that. We are not willing to do that, or we think that Atisha was crazy for doing that. But when we look deeper, Atisha saw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patience, love, and compassion. Because there was no one that hated him, he found one person and said, "Oh, it's my opportunity.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 destroy the last traces of my negative emotions so I can become a Buddha to benefit others." That was his motive. When I meet others who are oppressed by violent and intense pain and are overwhelmed by their negative emotion, may I cherish them as if I found a precious jewel, a precious treasure. That's why, because they are a precious treasure, they offer you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points that you need to become a Buddha. Therefore, when you go to a Dhamma center, when you meet funny salespeople, funny waiters, funny relatives, funny friends, and funny Dhamma brothers and sisters, jump on them, hug them, love them, kiss them, and give them gifts and prostrate to them if you want to be a Buddha. You may think it is ridiculous, and I'm not saying actually physically do that. But do it from your heart. What an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the Dharma. Jump on them, hold their hands, and don't let them go. If they think you are crazy, who cares? You'll be a Buddha. That's what Je Tsongkhapa did. That's what Atisha did. Think about it. 这个几个呢，就是说，刚才停在那里。刚才就是说呢，阿底峡尊者他对他就是对他非常差的那个老圣人呢，是非常态度是非常好的。那因为他非常珍惜这位老圣人，他非常慈悲的去照顾这位老圣人。那这个老圣人却什么都，就是从来不曾对他说过一句好话，不只是不曾对他说过一句好话，还到处散播不理他的谣言。仁波切叫我们认真仔细想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本身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或者我们会认为阿底峡这么做其实是疯狂的。但是当我们认真，我们在仔细的去检查这件事情，去检视，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阿底峡尊者他是很适当的，就是很懂得抓紧这个机会。他很快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他能够去修持忍辱，修持爱，修持慈悲。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因为他真的是怎么说呢？
他赢得了太多人的爱戴了，没有人讨厌他。所以唯一的这一个人呢，讨厌他的人，他一看到，与其变得不愉快，阿比萨尊者反而是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他看到这个机会，他目的是什么？其实他看到这个机会，他其实知道，他想确保他自己把自己身上的最后的一丝情绪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都消除掉。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子，他才有可能成佛，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理会他人。那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成佛，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一个好人，其实很简单，只要那个人，你身边有10个人，他对6、7个人好，你就会说他是好人。他可能对一个人不这么好，那也无所谓。但成佛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佛不可能说对全世界的人都好。他爱全世界的人，就唯独不爱你。那佛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成佛的话，你就爱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众生，你不可能漏掉任何一个。只要遗漏任何一个人，遗漏任何一个，即使是怎么说呢？是非常十恶不赦的一个人都好，你只要遗漏了他，你没有办法去爱他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对他展现慈悲的话，那你就不具备成佛的条件。所以阿底峡尊者看到这位老僧人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他想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善用这个机会，把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丝的负面的情绪都去除掉。那到了下面一段，就是说，当我们就重复这一种的意思，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被痛苦严重的激烈的痛苦所折磨的众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珍惜他们。他们能够，他们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管道，一种方式，一种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怎么说呢？把它当成修炼的对象来，最后能够成佛。虽然摩羯说，当我们到佛法中心的时候，佛教中心，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销售人员，我们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侍者，或者是亲戚啦、朋友啦，我们的或者奇奇怪怪的我们身边的佛法兄弟们，摩羯说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往前去拥抱他们，去爱他们，去亲吻他们，给他们礼物，甚至向他们做跪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真心的想要成佛。那么就讲，你也许会觉得这是疯狂的，但其实仁波切说，他并不是要我们真的去用肉体去那么做，就是比如说像跪拜啊，立刻去亲吻他，去拥抱他。仁波切讲并不是，而是你心里面要这么做。那怎么这么说呢？其实就，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你是不可能想要靠近他的，你不可能想要拥抱他，想要亲吻他的。虽然不去讲，并不是真的这么做，而是你心里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地步，你心里面要这样能够去接受一个人。只有当我们真心的去爱一个人，我们真心的去接受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想要拥抱他。所以你要让你自己从内心发自内心的去能够去拥抱每一个人。那所以仁波切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修习佛法的很好的机会。所以你看到身边有什么奇怪的那些让你非常懊恼的那些长期在给你挑你毛病的人，或者让你非常不舒服，或者让你极度反感的，其实你应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标准。就是那些能够让你生气、让你不舒服、让你不耐烦的，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标准，把它当成一个审核的标准，就根据这个标准去捕捉这个机会。那凡是遇到这种人，你就要开始去学会去爱他，抓紧这个机会去实修你的慈悲。如果别人觉得你这么做是疯了，你这样做是很傻的话呢，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管其他人怎么想，因为其实你想要的是成佛，你想成佛，所以你会这么做。所以很多人肯定很多人会说，你怎么那么傻？这个人这伤害你都那么多次，你怎么一次又一次的去原谅他，甚至还去帮助他？那其实不关事，
那你不想成佛，那是你家的事情。我想成佛，那我去做，我可能做一件白痴的事，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宗喀巴大师也是这么做的，阿底峡尊者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既然这些大师们都这么做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那毕竟其实成佛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大部分的人不了解，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你怎么做呢？你就根据大师们讲的话去做就对了。那好，这个好，今天的分享我看一下就把它介绍完吧。So the next time you meet someone mean and rude and who only abuses you, you should have a little smirk and say, how lucky I am. What a golden opportunity. Seriously, you should immediately pray in your heart and say, I will practice these teachings and I will treat this person well. Of course, we cannot treat our enemies and people that hurt us well overnight, but let's not keep using that excuse for not practicing. I ask you to please read over the stanzas every day as a daily practice. Incorporate it into your meditations and re-contemplate on it. These practices are core. If you practice these alone and nothing else, you can gain enlightenment. This is the most profound, the essence, the heart of Buddha's teachings, out of deep respect, because they are so important and so meaningful for everyone. I implore you and ask all of you to please read over them every day and with time. We will internalize them, and when a certain situation arises, that corresponding verse will come into your mind, guaranteed. A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practice and advance and advance and advance. 好，这是第四颂的尾声了。虽然不去说呢，刚才讲了这么多嘛，就是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人或者令你讨厌的人，而不去再接下来就是说，下次你遇到这样子的人，遇到一些很刻薄对你，很鲁莽、很刻薄、很没有礼貌的人，只会虐待你的人，那其实你应该，其实当时你应该是告诉自己说，其实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你应该立刻这么告诉自己。然后呢，你要告诉自己说，我会好好的去修持这些教诲，我会好好的去善待这个人。但不记得，当然不可能说你在一夜之间就立刻去善待或者去爱上你的敌人。但是不断的练习呢，能够怎么说呢？能够让我们越来越进步。所以不要把这些当成借口，不去修持。虽然不是到了尾声呢，再度的请求说，请大家就是说，每天呢就把这些修行发送的内容，一次又一次的每天再重复的去读了再把它融入每一天的修持和禅修里面，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教诲，你只需要修持这些教诲，你就能够得到真悟，你就能够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觉悟的境界。因为这些是佛陀教诲里的核心部分，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虽然不切爱度语重心长的希望大家每天去读它，去修饰它，再把它内化。为什么这么做呢？那因为我们也许可能现在并没有办法去实践，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了解各种的含义，但是如果你每天的去读，那到了某一天某一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集诵它自然就涌上你的脑海，你自然就会想到它。那种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好好去善用这些教诲的时候。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可能就不断的进步下去。所以这个是仁波切的，就是要我们好去修这些教诲。好，这个第四颂我们分享到这里就算结束了。在真正结束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以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所示佛法先要诸正教。
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正直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疑，悉令安置是佛地。愿火阳中嘎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我愿三宝常摄受，自传上师身受永稳固，愿上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祈请恒常住。然后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